己提100万。好，欢迎第一组的来宾牛角。牛队，绝对袂牛你赢。水啦！好，第二组的来宾，欢迎我们的 S 嘎，胜利英勇书，胜利英勇家。来，咱今晚上擂台。驾！可以哦。来，谢你，欢迎。哦，嘿，大家好，我是美秀。大家好，我是阿雄。是来介绍阮第一组的，是阮这边的队长。是。游兰姐姐。欢迎大家好，我是牛游兰，徛在我这边的呢是我的心肝宝贝查某囝饭琪。大家好，我是饭琪。好，啊，饭琪边仔咧。迄是我的小师弟。大家好，我是蔡星汉。哦，先看你好，欢迎。啊，我再来去，徛在后壁迄个是我的结拜兄弟。结拜兄弟哦。我叫志杰。看伊会配恁配分数无？所以徛在上尾要做阮的靠山。哦，我甲你讲，这个靠山无简单咯。咯。这个靠山是摄影师。哎呦，是安尼吗？是。安尼。嘿，伊捌甲我摄影过。哎呦，是。啊，那另外一组哦嘛是不得了，咱若有什么营养啊的问题啊、健康的问题，拢通啊来请教伊的啦。好，健康为家开始，欢迎阮的队长Sunny。大家好，我是胜利营养师，胜利营养家。哦，那有讲你要搞上力营养家，对。今日营养师有请啥位倒位的朋友来呢？我带我的老母，叫做安妈，阮兜的料理拢是伊咧煮的。因为营养师是出一支嘴，啊料理还可以。听讲伊嘛是你的见证人呀。哎，对，伊嘛30几 kg 啊。哦。过来是我老母的大姐二姐。我是二姐，山寨版的二姐哦，我又要付出了，我欠得你这想偌久啊？多想诶。这几天的新闻都互你用起来呢。嘟好。二姐边啊哩。过来是我的表兄弟，这嘛是阮的摄影师。哦，我嘛就咧拍影片。啊，就你频道的对吧？对，哎，嘛是摄影师。大家好，我叫明雄。是。后来咱就要先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是，抱歉欢迎咱的陈鸿辉陈老师。社会讲台语，心色搁欢喜。好，哎啦，一定会心色啊！大家就敢若当做你开讲安尼，佚佗嘛。嘿，啊，甲100万摕到转去啦吼。啊，毋过吼，咱也甲规矩甲大家讲一下啊。是，咱第7季吼规矩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咱有初赛、复赛、决赛。今仔日就是初赛，啊，一旦咱会使进入决赛，就会使摕到奖金100万，真的100万哦。哦，伊就是这啦。加，看好真正哦。阮真正足欢迎，大家今日甲100万摕到转去。嘿，用比赛甲摕转去。嘿，咱甲初赛先甲摕起来就上重要的啦。加油哦！好，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全家有智慧，讲台语摕100万。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比赛分做初赛、复赛、决赛，只要过3关，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100万的奖金哦！大家爱加油嘿！阿雄，经济平好，来这里回合，美秀一个答案。是特别阿雄我冇解答。哦，是啊，咱分数拉升。是，恁只要经到正确的答案，就才得到1000块。这回合上侪6000块，恁砸转去哦。哦，来，我们开始出题哦。来，老师，咱请出题。秋冬爱穿时行搁保暖的单品长大衣，台语爱安怎讲咧？哦，美秀这边有答案，我叫做欧巴。嘿，意思就是讲哦，咱的 over 是不是大？哇，你想过 over？你领衫哪会遐尔啊大领？长大衣啊，是，就是叫做 over。是，美秀这边是 over。
那阿雄我这边叫做衫。啥啊？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嘿对啊，因为伊就亲像鞋子就是一领衫，但是鞋子遐长拢会穿喺裤内底嘛，爱扎进去对不？但是伊这吼就是这尔啊长，嘛无要甲放入去，伊就是一领衫咧外口叮咚嗨。哦，所以美秀的答案是欧吧？阿雄的答案是衫。是，来两队请选择。美秀阿雄演一遍。哦，哎呦，来又来这这，因为一般即马咱时行拢穿 oversize。嘿啊， oversize 就看较大领，是所以我就是以这个想法来，沿到咱这边是讲长的长大衣外套就叫应该欧欧吧？嘿，来，啊那妈妈嘞，啊妈妈因为，古早日本时代有无？伊的乌吧有无？是毋是因拢讲要穿个大袖迄啊？是。你嘛大领衫，哦，你的欧巴甲摕来，嘿对哦，日本时代啦，哦，古早就安尼讲嘛。应该是，应该是。嗯好，谢谢。来，不要紧，咱正确的答案伫老师呀。是。老师，正确的答案是。答案是美秀的欧吧。哦，赞赞赞赞赞。这对拄则已经有讲到吼，确实啦，是对这个英语转日语的啦吼，就是 overcoat 啊转日语日本时代吸收这个词啊，但是是日语式的发音，所以伊的真趣味就是讲有人出欧吧，嘛有人出 coat，就是 overcoat 啊，有人出欧吧，嘛有人出 coat。啊，当然即马可能较侪人讲的是欧吧啦，吼，啊，不过其实 coat 嘛会使，啊，同款是英语词啊，就是日语式发音安尼讲，啊，其实嘛有人有用即个毋是日语式讲法，毋是即个词的讲法，比如讲有人直接讲大蟒，大巴，穿大蟒，吼，穿大蟒。毋是讲大嘿，大蟒啊，佮大衣嘛有人讲，哦，穿大衣嘛有人讲，啊，穿大蟒嘛有人讲。我嘛有讲大袖。哦，对对，袖啊，嘿，大袖对啊，这小可有地方差啦，因为有的人的袖啊，吼，是较像迄种棉袄迄类的，嘿嘿，啊，咱即马即种的吼，甲棉袄佮无共，嘿啊，所以有的人是有分讲啊，迄种棉袄型的就袖啊，啊，即种型的就袄吧，是裤肚，嘿，啊，有的人是男做伙用安尼啦，嘿，所以就是有几啊种无共款的用词安尼。来，咱即马后一题哦，老师，咱请出题。古早米粉粿的黄色，这是用什么物件去染色的？哦，去染色的哦，美秀这边是灯笼果，灯笼果，捌看过灯笼果无？外口安尼碰一个，内面拍开，食落去就酸味啊酸味，毋过无带甜。哦，嘿，迄内面有一个色，煮落去，嘿，咱的落啊就有一个黄色出来哦，啊。迄个色水就出来。是，所以美秀的答案是灯笼果。哦，阿雄这边的答案是黄枝仔花。哦，你嘛是甲我共款有迄个尖啊？哎，有一种花叫做黄枝仔花，伊这花心吼黄的，啊，等伊大开始是迄个果子了后，伊煮出来汤汁都是黄色的，所以就是用这个黄枝仔花甲伊迄个果子落去染迄个色。哦，所以美秀的答案是灯笼果。阿雄的答案是黄枝仔花。好，来两队，咱请选择。美秀，阿雄演一遍。这真金龙片哦。哦，哎，你捌听过吼？我若只选啥拢是对的。我来讲，因为我捌去一个所在拜拜，啊，迄个庙哦，常常都会下晡时拢请人食粉粿。我讲啊，恁遮哪会遐济粉粿？因讲家己有种，因家己做的。啊，因后壁种做济花，我就想讲，迄就是黄色的迄个花。那来这边妈妈杯，妈妈杯。 Hello，迄个要卖果子的迄个。因为吼，这个伫迄个中药材吼，你若要用天然的染色，嘿吼，你就爱去中药材吼，伊有就是用这粉粿。嘿对，粉粿你若咧吸粉粿，你就爱用这啊。古早人吼，伊拢会用迄个染色剂啊。是。那因为我有拍过这个影片，所以我有去买。阿嬷的粉粿，嘿，爱用较天然的原料来染色，是。就是用这种。阮细汉拢爱吸粉粿啊。嘿，对对。阮妈妈有咧卖串冰。哦。啊，所以爱吸粉粿。是。哇，安尼真正有影分数都。啊，古早人拢讲黄枝仔粉，黄枝仔粉。嘿，阮老母都安尼讲。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答案是
阿雄的黄枝仔花，大家拢有着咧。啊，黄枝仔花加这个所谓的灯笼果这个物件，其实有可能灯笼果嘛会使做啦。啊，不过因为灯笼果这种食物，伊是唔是咱台湾四季有的，所以黄枝仔花是算较普遍，拢看会到。嘿，啊，要摕到较方便啦吼，啊，所以伊即个灯笼果算做较中南美洲的物件吼，啊，所以话反式嘛会使摕来做，但是咱传统来讲就是用黄枝仔花吼，啊，拄则有讲着讲，除了做这粉粿黄色染料天然的以外，是确实嘛有人摕来做一个药材啦。吼，就拄仔咧讲的药房吼，嘿，对，所以当然啦，粉粿就是做自然的天然的染料安尼吼。好，以上。好来，咱即马后一题哦，老师来，咱请出题。 12月肉汤，这会当用来形容人安怎？哦，美秀这边是12月肉汤，老师拄仔有讲12月，你若煮一个肉汤煮12个月，实在是伤含慢啊啦。含慢。嘿啦，美秀的答案是含慢。含慢。哎，啊那阿雄我这边叫做稳当。呢12月煮肉汤，肉汤若是平常时啊较冷就会结冻啊嘛，对不？哎，啊你12月煮肉汤稳当的啊，意思是讲这个物件吼，敢若鸟起来入牛角稳当当透冻的。哦，好来，美秀是含慢。 阿雄是稳当的。好来，两队请选择一项物件煮12个月，安尼真正是含慢。是啊，所以我才要安尼。因为我有食过你的肉包，所以讲我要你。谢谢。你敢知影12月肉汤会当用来形容人安怎咧？来，美秀是含慢。 阿雄是稳当的。好来，两队请选择。美秀，阿雄演一边。是到底是含慢还是稳当的？哎，来请。哎呦，你选我呢？哎呀，因为志杰讲，嘿，稳当是结冻的意思。是啊，这肉汤若滚伤久。 因为照这相片看起来是无肥肉、无猪皮，所以较袂结冻啊。啊，若一项物件煮12个月，安尼真正是含慢。是啊，所以我才要安尼。好，来，我要问阮阿妈。阿妈，因为我有食过你的肉包，所以讲我要你。谢谢，感谢。哇，谢谢谢谢。肉包嘛是12个月哦。对，我的肉包一年12个月拢有咧卖。来，老师，咱正确的答案是？答案是阿雄的稳当。哇！这算是台语的热客啦话啦。是。热客啦话就是其实是要讲后壁这个稳当，啊，不过伊无要直接讲稳当，啊，怎头前讲啊，这代志吼，12月肉汤啦，安尼意思就讲这个代志稳当的啦。稳当。啊，当然这个稳当这个音多好是出这个港音的，就是讲。12月肉汤，这肉汤其实就是讲，不管伊有肥的成分，无肥的成分，伊这个肉汤本身甚至有加质，伊就是会控制点仔时间，伊就减冻对。啊，所以就是讲12月肉汤意思讲，啊，就稳的减冻的安尼啦，啊，稳的减冻，啊，怎加这个稳冻都要港音嘛。哦，12月天啦。对啊，所以这是一个热客啦话的这种句啦吼，所以就是拢会讲。啊，这代志安尼吼，啊，就是用安尼来，啊，但是这甲另外迄句佫无关系，这是另外迄句，另外这嘛是个客家话，啊，不过咱这句就是12月肉汤安尼。好，来，今麦来看奖金哦。是。来，咱两届分数咧。今麦有5000块。嘿，啊，来咱 S 咧。嘛有6000块哦。好，今日咱的第二位啊，正港七度人。正港佚佗人，看风景真轻松。啊，今日去倒位佚佗？是哩，阮这回合啊，就用影片带恁来去规台湾、全台湾，甚至外岛，甚至是外国，咧空中吼去看伊的风景，去游览。哦，好，啊，咱分数哪算？咱这回合拢总有4题，4题，一题3000，上最使得到12000块。12000哦，嘿，一定要加油哦！加油哦！即马第一组起来就是
妈妈哦，对，两位妈妈的对决。上辛苦的就是妈妈啦。不咯，烦恼嘛烦恼查某囝，啊烦恼嘛烦恼后生。是啦，是。啊，搁烦恼红晒，嘿，定定袂记你家己。你是讲你红晒，定定袂记你家己？毋是啦，就是顾翁顾囝拢袂记你烦恼家己啦。啊，伊烦恼查某囝无？伊的啊，伊查某囝是伊的情人，当然嘛烦恼。啊，袂当啦。对啊，爱甲阮笑一下，三不五时甲阮问一下，嘿，啊你食饱未？对，拢一定爱问一下。今日全家有智慧有赢无？有摕到奖金？有啊，啊，那咱安嘛，有烦恼后生。我是一个比较散的妈妈。哦，是伊烦恼你哦。无，伊嘛我嘛免你烦恼啦。啊，你拢家己顾家己。即马才会顾家己。啊，恁后生叫你食迄营养的迄落。会好食歹食？餐的。经过我的手煮就好食。是。对，你想要食无？哎，真正假？嘿，我会当做迄种吼，就好食迄种营养餐。哦，营养便当。啊，搁会瘦，啊，搁会水，皮肤搁会水哦。妈妈，加一来。好啊。嘿，你免讲你要加来，我想大家拢想要加来啊。足侪拢想要加来。好，来，不要去佚佗啊哦。等下早站就今日吹落去哦。是。好，小伟。今日咱要到位佚佗。哦，咱刷影片吼，要带大家来去咱的宜兰的太平山。哦，宜兰县太平山顶悬有一个湖，请你甲我讲，伊是啥物湖？拢总2个字。哦，这宜兰县太平山2字的什么湖？好，来，咱请看。哇，真水！哦，来，游览这个。我错了。对啊，嘛翠峰湖。翠峰湖，翠峰湖是好。老师，翠峰湖对唔对？对。来分数。终于得到3千咯。后来咱听老师来解说，也是无，咱先看影片，甲看完。好。对。哇！真水。哦，这若较早出来就知影倒位啊。我看过这个景。是。哦，有云的时阵较水。好，这是咱台湾上大的高山湖啦，吼。啊，伫个算宜兰的这个大东乡南澳，吼，这一带拢有啦，吼。啊，就是不止啊看，嘿啊，目前是这个罗东林管处吼，在管理安尼，吼啊有管制啦，吼啊，所以若要去，可能爱看伊的时间。什么时阵会当吼开放，互咱入去安尼？好，不要紧，咱后一个搁拼一下吼。今日来咱换人。咱今仔看，今仔少年的，2个好命的少年的，哦，拢有妈妈好啊，个保护着安尼。啊，毋过若拄啊对迄影片，你感觉有好啊无好？恁拄啊有看到迄是写倒位无？我无看到，而且我感觉这关对我来讲有淡薄仔困难，因为我爸爸妈妈管我足严格的，我少出去佚佗的，我哪会摇着咧？即嘛意思就是讲，咱麻烦去甲妈妈讲者，唔通管他严啦。是啦，大汉啦。是，不要紧，妈妈管住嘴。我替你想一个办法啦，你甲爸爸3不5时啊，就带伊开车去绕绕的。好。嘿，伊就知影咱台湾的倒位景点，啊无就是外国哦，坐飞机飞出去，外国的景点倒位的水。是。好，互伊知。啊，咱这段影片甲加起来，寄去阮兜，好，互阮老爷看者。好，我再寄去互老爷看。好，来，小伟，咱今日去倒位佚佗？是，咱刷来这影片吼，伊这个景点呢是咱新北市的一个灯塔，啊，这个灯塔3个字哦。哦，新北市哦，3个字的灯塔哦。好，来，咱请看。新北市是，哇，看完啦。为了你新北市滨海。嘿，我会再提示一个，伊是全台湾上北边的灯塔。上北边的
伊边仔是富基渔港。最北边的。哦，我已经讲假呢哦，嘿。可能大家拢知影是啥，毋过讲袂出来遐地名加油加油！是什么灯塔？好，来第一哦，第一字，咱甲头一个哦。哦，腹肌啦，腹肌渔港。哇嗨啊！两边的妈妈拢无带因出去佚佗啦。迄个，哎呀哎呀，灯塔。富贵港。哎呦，想到哎呀，赞哦！是，好来，老师富贵角灯塔对唔对？对。哎，好来，1分钟。恭喜得到3000咯！来，咱请老师来解说。拄则咧讲腹肌啦吼，其实伊古早名是叫腹肌角，啊落尾才改做富贵角安尼啦吼，啊是日本人伫台湾起的第一座的灯塔，啊拄则阿上有讲是上北边端吼，上北边迄角迄个嘛会当讲是台湾上北边角迄个点啦，吼啊嘛是即个上北边的灯塔安尼，吼一日双塔的一个塔就对了。嘿啊，就是嘛是真。拄则有看到迄黑色白色吼，是迄个花草吼，嘛是真优秀款啦，真雅气的一个塔吼。以上，好来，咱即马是11000甲6000哦，有差有差，咱这边一定要拼落去哦。加油哦！好来，咱今日活人。好来，第3位是会紧张无？淡薄啊，是，你拄仔看伊是因看风景水，也是知影景点伫倒位？嘿，迄两地有摇出来无？我根本拢无去过，我无去过啊。系啊，有闲去遐行行睇水，哈，好来，上个咱今日去倒位佚佗？哦，是，咱刷这景点呢，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咱刷的吼是一个乐园，这个游乐园呢伫咧新竹，请恁讲出来，伊是新竹的。什么5个字的乐园哦？哦，5个字的主题哦，主题乐园哦。好来，咱先请看。有无？看到啊！哎，你有看到啥？你有看到啥？我拍摄我看到啊。是哦，来，你答唔是？小叮咚，新竹小叮咚主题的，哎，小叮咚后边搁2个字，科学，台语，科学的。哦，明白小叮咚科学主题乐园。好，来，老师，小叮咚。科学主题乐园。当然，这本来不是用台语号名的啦，啊，所以你若讲照字读啦吼，你要讲小叮当，还是小叮咚吼，啊，就是照迄字音，其实这拢会使，叮咚叮当拢会使，吼啊，因为伊是主要就是讲伊是科学主题，吼，这较特殊是安尼啦，吼啊，伊其实嘛有迄个厨师场啦，啥物饭店啦，会当七生水的啦，吼，种种的设施安尼，啊，伫咧新竹的新方向安尼，吼，以上。即马9000加11000咯，差2000了。差2就差1个哦。好，来关键来啊，咱今日活人。哦，2位关键哦。来哦，来哦。是啊，要安怎？随缘呐。随缘呐。你即马随缘啊？你刚刚未拢进前，你安怎讲诶？安怎讲哦？袂记得啦。那只高低啦。紧张都袂记得啦。对，唔是来阮家哦，就是安尼啦。你来70岁头一届落座，袂紧张吗？人生70才开始，加减紧张正常啦。你即马才开始，你唔免紧张。来阮节目哦，你就尽量讲，嘿，你要讲啥，你就尽量讲啥。然后你若看到感觉倒位，哦，你就尽量讲。你只要莫伸手甲拍拢会使。袂啦，我唔敢啦。你是更加气的。哎，拍袂啊！恐怖。好来哦，上个今日要去到位置头。是刷来，咱这个影片哦，景点是咱台南市的一个所在，请你讲出是台南市的什么区？哦，台南市的什么区哦？好来，咱请看。
哦，来二你姐姐，沙巴鱼区遐，饲沙巴鱼。进港，进港呀！但是无一个所在有做三百鱼区啦，伊有家己的地名啦。哦，三百鱼区啦，我干了两厘哦。嘿。什么多师傅啊，那有影，也歹。无紧啊，没要紧啊，你就去煮啊，讲啊，真好啊。对啊，三百鱼啊，三百鱼，你若讲出2字，你要讲啥话？你倒一区买三百鱼，三百鱼倒一区咧吃。哦，有去过台南？个，哎呦，你看对吧？哦，你就无爱问老师啦。是，你讲你这，你的7个吼。好，来，老师7个对不对？对。我在前面有对啊。有对啊，搞。盖过最来问个。有迄个得了3000咯。你哇，才差1000尔。所以我来世人上快乐的今仔日。哎，赞！你这样，咱今日上快乐，咱过来去快乐者。你要快乐完啦。好来，咱继续看落去。哇，日头落海，真水。哦，水。啊，其实这阿姐讲沙巴鱼区这趣味的，这有影是沙巴鱼区啦。有影，做者迄温啊有无？嘿啊。嘿，啊因呢就是因海水吼，啊来饲变做讲咸水沙巴鱼就对啦。对。嘿，确实是这个沙巴鱼区无唔对，应该是爱叫做沙巴鱼区。啊，不过伊个行政区迄就是7股啦。是。啊，这7股以早有叫做7股寮、7股庄吼等等的名，安尼吼啊，听讲就是7个人做伙来经营一个鱼温啊，安尼开。所以叫做7股安尼吼，头先的地名。啊，咱其实即马这个所在除了沙巴鱼以外，还佫有一项出名的，唔知阿姐知无？还佫有一项鸟啊出名。有，就是可能唔知啦。咱会使有闲会使去看，不过迄有季节性的啦。真的哦。上较寒的时阵哦，有迄腊杯这种鸟啊，腊杯，嘿，迄个鸟啊，遐腊杯，对，会使讲是全世界吼上介济只腊杯的所在。哦，对，这嘛是一个特色啦。好，以上，谢谢老师。好，来，咱即马哦，上重要是进来看分数啦，我差这1000。来，咱看咱牛价11000。嘿，啊那咱的 S 咧12000哦。哦，好，今日咱的第3回合，2家来拼台。第3回合，2家来拼台。哦。才有8提示哦，8提示，内面咧提示啥货咧？哦，伊内底吼，每一个提示就是甲你讲伊可能会问的方向，啊，第2个就是每一个内底拢有无同款的介绍，上少1000，上济15000哦，15000唱哦，加油！是15000要创伫倒位，咱嘛唔知影，内面上少1000伫倒位，咱嘛唔知影。啊，咱吼就是有一届救命的机会，嘿，甲厝内底人参详。是。嘿，啊，阮的规矩就是讲吼，分数较少的先来先算，选题目，吼，好来，咱即摆就是咱这边来牛角，有男这个你要选，你听我同齐讲，看要选哪一个？选啥无？嘿，日本话，日本话好。日本话，确定？好，来，咱来看下日本话的奖金有偌济？哦，第2关呢？嘿啊，好来，咱请出题。是的，请问果印挂印这个词吼，是会用伫咧买物件的时阵，还是互医生看病的时阵呢？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应该唔是看医生的时阵，是咧买物件的时阵。买物件的时阵对唔对？挂印这个词会用伫买物件的时阵，还是互医生看的时阵呢？请问果印挂印这个词吼，是会用伫咧买物件的时阵，还是互医生看病的时阵呢？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挂印，嘿，这应该啦，去迄落拢有看过哦。对啦，绝对有看过。挂印，好来。
应该唔是看医生的时阵，是咧买物件的时阵。好，确定。嘿，好，咱来看者买物件的时阵对唔对？来加给你，恭喜得到万里咯！好，来，咱请老师来解释。好，这个挂印这个词吼，到今嘛还阁是有人咧用。虽然讲日本时代已经过遮久啊，吼啊有一寡咱吸收日语词是吸收因的汉字，啊咱用台语音去读，吼啊当然日本人就用日语去读，但是咱看到这个汉字啊用挂印这个音去，挂印啊这个挂呢。几挂就是几成的意思啦，吼啊，这个印呢，就是算作台调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讲，比如讲一挂印，安尼就是扣一成，也就是讲拍九折，哎，挂印就是算拍折的意思。哦，那看到挂印就知影讲拍折，哎，有拍折对，是，嘿，以上。好，谢谢老师。好掉啊，好掉啊！好掉啊！来换 S。三年，酸豆姐，酸板块呀，哎对，酸板块是多姐。在唱酸板块哦，万我唱的都一样。幼咪咪，好，二姐说了，幼咪咪，才求二姐赶快。好，来，幼咪咪的奖金有偌济？15,000。哇！1万块幼咪咪啊啦！好，来，我要出题哦，来，咱请出题。请问形容一个人皮肤真好，会当用笑粉，还是讲笑色咧？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一个是粉，一个是求色。救一下，哦，画上名啊！救命一个，啊，紧起来，嘿，10秒呢。来，支援一个。笑啥？混，三。讲袂出嘴，你讲袂出嘴。伊讲你叫伊袂使讲话，伊唔敢讲。今摆会使讲，今摆会使讲。今摆会使讲。今摆会使讲哦。阿姊，甲你报告一下，要录这回合之前，我有甲讲啊，你知影答案袂使讲哦，所以。我就过水啊，是爱你哦，赞。哦，会讲你回文，笑混，好来笑混，对。这算较古早词啦吼，即摆的人可能较唔知影，较无咧用啊吼。啊，颠倒是迄笑色，颠倒较有人咧用吼。哦，嘿，因为笑色算作是较浅的色的意思啦。哦，算作咱会有几种，比如讲浅黄色啦，吼，也是即个叫做浅青色啦，即种的浅红色，咱会讲笑红、笑黄、笑青即类的讲法，目前。听起来较有人咧用啦，嘿，啊，笑粉就是拄则讲的幼咪咪这种的形容安尼，嘿，这嘛是较特殊的形容。哇，你甲看笑咪咪安尼啊啦，笑干呢。好来换阮牛甲。加油！这样会当讲。差一千条，差1000条危险哦。今日还有今日通啊查，搞到分数豆奶。好，咱来看者，豆奶的奖金有偌济？3000嘛，袂歹。袂歹。嘿，豆啊，查起就好。好，来，咱请出题。请问传统的美食咸豆奶是伫咧烧豆奶内底掺什么，互豆奶会结做安尼软绵细地形呢？是咸豆奶啦，本是豆奶嘛，啊掺什么伊才会开始结跳规地啦。好，来，你的答案是错。哦。好，来，错对唔对？奖金，恭喜得到3000咯！这两组无你牛的哦。好，来，咱听老师来解释。这正确答案啊！因为一般是配合这豆奶的色会加白醋啦，吼，对啊，加醋了，伊迄变做敢若有种像豆花型的吼，啊，再搁加其他什么菜脯啦，有诶无诶物件再加，对，嘿，你若有食过，可能知影。好，以上。好，谢谢老师。哎，愈来愈厉害，愈来愈精彩哦！来哦，刺激啊，来换你。翁有水。翁有水。好，来，咱来看翁有水的奖金有偌济？哦，一罐
红油水要9,000块呢，够贵。这一定爱丢啦，嘿啦人就无天理啊吼！来，咱请出题。请问红药水是古早时代的药啊，即卖已经较少咧使用啊。不过有啥物款的病是千万唔通用哦，若无有足严重的副作用，是蚕豆症还是痛风？哦，来60秒的时间。蚕豆症了，应该是，哎呦，听风。营养师反正怎样哦？蚕豆蚕豆症，蚕豆症，应该是蚕豆症。蚕豆症对唔对？加油！就是咱拄仔讲的，就是因为伊迄是蚕豆症是有关即个代谢方面吼，即个功能的无好嘛吼。是。嘿，啊拄仔好这红药水伊迄成分会去引起可能伊迄红血球的一寡变化安尼啦，所以对即个有蚕豆症的，就变做是一个足有致命伤的一个作用。啊，当然即摆嘛较少。讲咧用这红药水啊啦，嘿，即马较少人用啊，啊嘛是因为伊有可能有一寡较无好的迄个状况，所以即马其实足少咧用啊。真好真好，好来，刘姐啊，加油加油哦！水液，水液，水液哦，确定。好来，咱来看水液的奖金有偌济。嘛袂歹，真正有影差5真正差5千。哦，这地基主咧看。咱请出题。请问，咱常常用水液来形容万事拢无顺，啊，你敢知影是倒一个星星咧地球的星空顶悬有逆行的现象？是金星还是水星呢？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水液是倒一个星咧逆行啊？是机关。哦，来支援者，嘿，捌听过无？我是感觉讲应该唔是水星，因为因为若是水星，嘿，都伤过简单啊，伤过肤浅啊。安尼哦，原来哦，是啊，若金星就是较落啊，较塌不就对啊？我直觉啦，你感觉啦，感觉啦。啊，那咱志杰啦，我嘛感觉是金星。因拢讲金星啊，安尼我就讲金星。啊，你有感觉哦？嘿，安尼才有算共一条心啊，坐共条安尼真好，无唔对。好，来，你的答案是金星。金星，来，金星对唔对？基本上咱若题目遐吼有出现双音和这个符合吼，其实是华语的这个发音啦。所以讲，因为伊本来是华语的名，就是水逆吼，啊，就是水星逆行的一个简称啦。所以其实就是足直接的水星，因为这是甚至讲伫咧即个咧讲星象吼，即款的状况，就是讲。若是即个水星吼倒头行，无照本来的迄个吼是倒头倒边的方向行的时阵，讲会去影响到包含通讯啦、记忆啦吼种种会影响，甚至会影响咱的情绪。所以就是讲，咧用所谓的水逆这个现象来讲，就是所谓的，互咱感觉讲咧形容万事无顺的这款的形容，常常拢来讲安尼的一个代志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水星啦。是，好来，真正水逆啊，5000块无摕到尔啦，无啥啦，够有啦，够加油加油加油！ S， 我算嘛，怀山，应该是15000的吧，上困难，念拢要改歹念啊。哦，安尼哦，哦，来，咱来看者哦，怀山伊奖金有偌济？嘛是真厉害，7000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四神汤是食补嘛是点心？啊，你敢知影四神讲的是茯苓、淮山、芡实甲什么？好，来，你有10秒的时间，这你应该知啦。5秒，连记啊，3秒，连记，来，这个切记。好，来，你感觉点啥？芡实、茯苓呢？
意林。哦，是好，来意林对唔对？对是莲子啦，莲子哦，莲子啊，你看你食素心汤哦，用完了。素心汤是不是啊？最近较无食到安尼？较袂较冷的时阵啊。哎，对，较冷较会食。是。啊，你在讲薏仁是吼，有的是因为这成本的考虑吼，用薏仁来取代茯苓啦。茯苓。哦。系啊，所以薏仁你会出现是无唔对，不过迄是取代迄个茯苓安尼。是。嘿，啊，这个素心汤咱即摆是写这个神吼，神明的神。过去嘛有一个写法是写大神的神，大神的神，嘿啊，有的是讲有一种讲法是讲过去有这个四个大神吼，啊破病结果食素心汤怎好起来安尼？哦，怎有人安尼讲是所谓的嘛是一个讲法啦，讲是迄个大神的神安尼。是，好，以上。好，谢谢老师。哎，好，来剩2题哦。加油！好，来。万五的。谢谢。残酷2题好啦。水库。水库。好，来，咱来看水库奖金有偌济？哦！水。厉害！好，来，咱车出题。请问，咱会用石门水库无关来讲查甫人袂记吼，脱裤仔的迄个热裤拉链啦吼。啊，这件代志的由来甲什么有关系？是甲选美有关系，还是甲风台有关系咧？好，来60秒时间。石门水库这个讲法是甲选美有关系，选美。选美哦。还是甲迄个风台风有关系。好，来，你的答案是？袂使支援啊！嘿，是啊，选美风台，我捌选美，嘿，选美哦，选美啊，因为选美拢是查囡仔，所以查囡仔，风台。石门水库无关即件代志，讲查甫人热裤无脱，是为选美。加油！风台，确定？风台，来，风台对唔对？咱请老师来解说。是，这要摇真啊歹摇啦吼。就歹摇的。那是迄个选美比赛几啊10年前啊，讲有一个这个参加选美的姑娘啊吼，咧回答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啊主持人就是甲问讲，啊若准讲有一个先生啊，袂记去脱这个裤的遮旧的时阵，你要安怎甲提醒？啊，这姑娘啊吼，即摆嘛敢若查无名，毋知倒一个遐尼巧的小姐，讲甲回答讲。我会甲讲，你的石门水库无关安尼啦，啊，所以这变做是一个怎安尼流传啦吼，啊，毋过迄位小姐敢若嘛无得名吼，啊，毋过就是这个故事怎流传落来安尼，所以是甲选美比赛有关系啦。哦，好，谢谢老师。好来，春月，来哦，来咱来看月奖金有偌济。1000嘛袂歹哦。好来，咱请出题。请问小月这个词会用伫咧形容生理无好的月份，还是形容天气无好的月份呢？好来，60秒时间。小月啊，我知。好。好来。答案是生理无好的月份。好。生理无好的月份对唔对？哦，恭喜！来分数，恭喜得了1000咯！给奖。咱请老师来解说。听讲这个台南有关系呢，因为这台南敢是有大小月打面有啊？啊，听讲是古早迄台南有迄台南的渔民啊吼，讨海人啊，啊，结果有个季节掠无鱼啊，啊，怎啊摆一个迄面搭网刀安尼啦，啊，就写讲大小月的打面安尼，哦，啊，听讲是安尼来
来啦。啊，咱即马有咧讲大月、小月，嘿，就是确实是咧讲讲个这3、4、9、5月。好，还有那什么意思？上歹的月份啦，上歹，看你这个月啊。系啊，讲3、4、9、5月。哦，安尼哦。好，啊，所以就是大小月，也是讲小月，小月就是吼，都要讲生理无好，无啥人客，安尼时阵叫做小月，安尼。是。好，谢谢老师。好，来，咱今摆当来看温数啊，吼，来，咱看咱牛价26000块。哎，真悬。啊，若搁看咱的 S 价咧32000块。哎，好，来，咱今摆过来去1秒1000支。1秒1000支。大家动脑筋。哦，我今晚要看奖金。是的，咱今晚奖金有32000块啦。32000块，32000块算起来是算32秒，32秒。哎，你这都表现足好的呢。对啊，咱来加落去啦。你这为着你搁加30秒，变62秒好无？好，咱这有几题？咱拢总有3题。第一题有几个字？第一题3个字。第一题3个字第一题3个字。什么玻璃啊？玻璃管啊？什么酒？跟那个啊，跟那米酒，3个字米酒，什么3个字？高粱酒，不是米酒3个字。米酒头啊！米酒头啊！米酒3个字。奖金吹落去，因会当提走偌济咧？第一题3个字哦。第一题3个字。好，来，咱请开始。第一题是拜拜。拜拜。用着是啥物？3个字，不是。哎，第二个麻油鸡。哦。第三个3杯3酒。啥物物件？玻璃啊，玻璃管啊。啥物酒？跟那个啊，跟那米3个字米酒，啥物3个字？高粱酒。不是米酒3个字。米酒头啊！米酒头啊！不是，不是。海头啊！啊，正确。海头啊！哎呦，有人呢，我跟你讲米酒，米酒啊3个字。这海头啊，就叫好嘞，咱即马看咱的秒数，其实敢若应该无差啊，较济啦。不过咱哪搁较紧的搁较好，伊即马有35000。对，加油哦！所以讲一定要速度较紧的哦。加油哦！嘿啦，拄啊有拜拜嘛吼，啊一定到尾啊是酒，哦原来是海头啊，嘿爱讲海头啊。海头啊，嘿，周围就是海头啊。好来哦，第二题哦，几个字？3个字。3个字。好来，咱请开始。第一个提示是头三体靠内家啦。哦，第二个提示是袂使洗头啦。你正确。你这样有影？嘿，啊，算落去就是1个月嘛。嘿，是新的人啦。好，即马剩28。第28秒吼。紧了，上尾一题哦，几个字？上尾一题3个字。3个字。好来，请开始。第一个提示伊是大歹人，大歹人。第二个提示是金龙，啥物？管他会，不是第二个是黄俊雄。报第二。大歹人讲热我食饭的大歹人是啥物人？苏一人，董建宁。好正确。二姐，我听啊，太气啊！没有，下管家呀。热我食饭啊！嘿，对。顺我食鲜。对。啊，苏彦文的对头啦。是。好来，咱即马看者，咱有几秒？好来。好来，袂歹哦，够13秒啦。这讲是有13块啦。好来，咱即马来去颁奖。金牌，来，有力，谢谢，好姐，你看金牌，金牌挂在伊的身上，因为什么一困，感谢，赞，谢谢啦，你感谢念啦，感谢，好，上爱感谢就是咱的老师，是，感谢咱的高文老师，感谢陈龙辉老师，谢谢你，再见，有你位，讲台语铁爸爸。好，你大家拢欢喜，再会，谢谢。
谢安妈，谢谢，来刷球嘛，刷球嘛，谢谢，感谢冰球，感谢阿姐。